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今日欢迎看6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争取新南向的学生来台南读册，台南市大学联盟将家己教育部的计划，主动协助来台南读册学生、侨生甲外籍生拢能到企业实习。对此，市长赖清德表示，该项计划对着企业甲外籍学生拢是双赢局面。台南市政府26号透过记者会宣布，台南市大学联盟将家己教育部的计划生企业媒合实习计划，主动协助来台南读册的计划生到企业实习，不但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也互大商会当为当中直接找寻人才，无需要再为台湾派驻干部到国外。如果说从台湾派出去的领导干部，当然是最好的啊，可是一些费用会比较高，因为要从台湾到那个新南向的国家。那你如果从新南向的国家的员工里面，台商的公司直接把它升上来，这个也很好。可是呢，好像少了一点对台湾的了解跟台湾文化的熟悉度。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他来这边来台湾念书例如就来台南念书。然后来台南的大学里面受到完整的教育以外，也可以去跟台南的企业结合，在这边实习。那么实习完之后呢，他非常熟悉台湾的产业的状况，还有公司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回到他的国家之后呢，他可以在这个我们这个台商的公司里面上班，那就可以当做这个干部那等于是我们台南的大学不仅仅提供这个学业给他们以外让他们有这个大学学历或是研究所的学历，那另外也提供了一个实习的机会对此，教育部委托昆山科技大学建立企业甲计划生的媒合平台，企业都要将职缺放入平台，予学生挑选，也当直接找到需要的人才。而计划生除了主动应征，也会当将资料放伫平台，提供企业找寻人才，为两边拢创造双赢的局面。但新闻中山林根采访报道。现在正是酸亚甲莲子大出的季节，为了向大家推销这两项正潮时的农产品，议会中道特别伫大厅斗宣传，会中佮传出真侪酸亚甲莲子相关的料理，要互大家来品尝。现在热天正是品尝酸亚莲子的好时机。为了行销台南的农产品，台南市议会中道伫议长赖美惠甲多位议员的参与之下，做伙举行行销记者会。同时现场也有真侪酸亚甲莲子的相关料理，互到场的来宾享用。大家拢知影，热天咱若到，就是咱的莲花甲莲子、莲藕长好的时阵。嘛是咱的台南的农特产品酸亚伊出产大销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台南市议会特别甲咱的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咱所有的议员做伙要来甲咱的乡亲来推荐食酸亚、食莲子的所有的料理是即马正当时尤其咱台南市咱好山好水。农民的技术嘛拢真好所以伫咱即阵希望咱所有的乡亲长辈时代要食莲子，也是到莲花的产地来观光旅游，或者是到咱的山区、山城来食酸亚到咱所在来观光，拢是上好、上佳、适合的时机而且咱台南市议会做到安尼的推荐。市府农业局预估今年酸亚总产量10.5万公顷，是最近10年来第2冠，莲子产量也有过袂少。议长赖美惠呼吁民众把握大出的季节，购买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但新闻中山林根采访报道。
这个议会定期大会议程原本是26号才结束，但是顶礼拜五，议长赖美惠就宣布散会，引发国民党团不满。对此，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要求议会解说。对此，议长嘛回应，23号迄天已经伫大会当中决定闭幕，一切拢是依照相关法规。针对6月23号定期大会，议员赖慧媛因为台湾岛的提案要求清点人数，被李退之要求散会。随后议长也听取李退之的意见，宣布散会，定期大会也因此结束。国民党团不满议长无依照原先排定的伫6月26号进行23套会甲闭幕，并质疑主席宣布散会的合法性，所以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求议会法规室解说法令规定。所谓的散会动议，李退之是多加了一句话，大会就闭幕了。我想请教一下，李退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散会动议是不是就等同于所有的会都不开了？还是散会动议是针对那一天的议程，我们提散会动议？或者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开会第一天，我是不是就可以提一个散会动议，然后我们70天的会我都不要开了，是不是可以这样？散会动议议案进行中，得提出散会动议，如得可决。如得可决，就是这个散会动议，如果得到允许，然后经过复议，要经过表决，应即宣布散会。拜托这句如得可决要去执行，而不是断章取义。什么散会动议之后，应即宣布散会，这样叫做没有法律的瑕疵，是合法的宣布散会。我觉得很奇怪。对着国民党团提出的疑问，法规室本身表示，对着议员赖慧媛提出清点人数以后，议员李退之需要提出散会，议事规则当中对此并无有任何规定。而且散会算是附属动议，主席会当复议。动议的复议这个依照会议规范第32条，动议的复议，动议必须有1人以上复议时的成立。所谓的1人以上，那个以上是具含本数，就是以上以下都是具含本数，就是1人就可以来做复议的动作。那另外下半段就是主席这个对动议得自为复议，也就是说主席他也可以针对这一个动议呢来自为复议啊。那这个是针对这个动议的复议部分。对此，议长赖美惠中昼伫参加农产品行销记者会时表示，顶礼拜五的闭幕一切合法。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安平区公所今年甲区内饭店、旅馆等知名企业签订撇烂使用税协定以后，今日再次整合社会资源，甲社区西组会合作，设立全国第一座撇烂使用税指示看板。每一档的准期来临进前，公所拢会加强巡视区内防灾设备甲设施，希望加一份的防灾警备，减一份的灾害损失，也是保障人民的身家安全。以撇烂收容所为例，安平区内底有17个所在，会当容纳6300外的人。经过消防局补助以后，伫咧安平各里已经陆陆续续来完成撇烂所的设置。但是指示牌的经费也个需要等待中央拨款才会当施作，也因此安平区长赖清竹寻求民间资源，最后得到台南市西区西组会赞助，让这个防灾资讯看板会当顺利来完工。很高兴西区狮子会陈会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捐赠，这不仅是我们安平区的首例更是我们37区还有我们全台湾的第一例。那我们也很高兴，因为防灾这个看板的设置真的是需要让大家来看到，然后借由私部门的经费的注入，让我们的防灾可以更完备。只要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私有的服务，协助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不论是在我们自己的社区或者全世界，深信开始为他人服务，才能成就大事。灾前准备、灾中应变、灾后恢复，目的就是为着要降低因为灾害所产生的损失。政府甲民间资源的整合，
也互民众有较侪管道会当熟悉防灾教育，并成功加强了灾害应变。区公所也希望透过即届的防灾扛棒揭牌典礼，会当抛砖引玉，希望有较侪团体会当加入另外9个避难防灾扛棒的内容，互安平区的避难引导措施会当更加完善。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着病人来讲，志工服务比起其他单位较实有的必要性，特别是较无瓦课的老人民，家己来病院看病更需要的服务。像一群老人民就相当的感动，亲自来到高雄荣总台南分院献上奖牌，感谢志工的奉献。刘军官后加308期的同学上午特别组队来到高雄荣总台南分院，因表示因为会所较侪人民健康较歹，口音较重。不过，因来到该院看病、摕药时，志工拢会主动协助，所以对着因的服务特别感动。当中，佮特别推荐一位，事后才知伊叫做刘宇翔的志工。他呢是在这边服务呢，他有一个很积极主动去帮助农民、农眷，还有一般民众，所以我们觉得他服务得非常好。而且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说好，一些老哥老弟。还有一般民众，大部分都说好，所以我们今天以陆官校38期的名誉来颁发这个奖牌给他，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能够让服务大众的事情呢，能够更发扬光大。即群有小将甚至中将等官阶英明甲官属，嘛伫院长的见证之下，由会长代表献上优秀志工的感谢奖牌，中面温馨。会长志工表示，伊确实给了一份加保性，不过真正受宠若惊。我这边有比较给保，就台湾有个给保性的服务啦。就是说，我就说，哎，你要做什么？好，那问完以后，他会去引导他去看病啦。还有哪些做一些检查？他们今天这些老大哥，我听说是官校的学长，哦，那我这受宠若惊啊！他愿意服侍一个最小的农民，他对那个这个整个声音这个很维系的农民，那听力很差的农民，我看他都贴着耳朵，贴着这样去跟他讲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真的很好的榜样。并表示，因一直坚持患者甲家属伫倒，服务就到倒。尤其现在病院上界需要的志工，绝对毋是接受坐伫服务台等人来问问题，而是主动积极的服务精神。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想多开车门啦！想断式开车门，想断式开车门，想断式开车门，因为很多样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一台经45个量大石板，比般菜车介绍加了几成，恐惊较买袂落手。不过只要去过贵州的气温，看过伊的养殖环境甲做法，相信会大大改观。现在除了是回乡打拼、选择创新饲鱼的少年人，更是政府辅导核算霸大青龙的新农人。
现老啊活跳跳的石板石头啊，哦，毋是，其实也有牙齿两大石板的动作也宠物，不是爱关心伊的健康。除了评估伊上界适合这款用房啊造成的伤啊来饲，加上你这10档来观察，更互伊成为石板医生共款，会当分析伊的心理状况。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因为它是属于警戒型的，就是说它会把它的腮部张开，然后它如果其实像它比较镇定一点的话，我都会把它的眼睛遮起来，然后它会有时候它就会比较缓慢，它就是会腮部的话，它会再缓慢的，就是给它合下去，但是也不一定要看这只鱼的那个心理状态。世界青年郭俊伟坚持赶草不用除草剂，为了保留原始的生态，互鱼啊上界适合的水源。其实嘛，参详要拼出一片天，伊下加一片1.3公顷的气温，不只要维持顶一辈辛苦奋斗的产业，更有创新的活路。96年初退伍，当时才26岁，伊嘛伫厝内斗3工，只是也以电子公司的头路为主。一直到接触两大石板以后，才转换心境。加上伊爸爸过身之前，一句唔通放弃事业的委员，也互伊决定承接家团。当然，万事起头难，过程中经历风台、水灾等惨重的损失以后，又还坚持迄份热情。先做好鱼苗外销的本业，以拍断手骨练得用的精神，不止10档后超过20倍外销产量，更突破传统方法来经营副业，开创养殖新时代。跟一般的养殖啊，最大的差异是说，我们采取比较低密度的养殖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养在这种箱网养殖的模式啊，它会让我们比较方便采收。可是好玩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老一辈问我一个问题啊，少年呢，你养爬蚌啊不？可是我跟他说，拍谁我不要爬蚌，我当狗一样的呀。那有时候老一辈他不懂我在说什么，可是有的很多来到我现场，他看到我在操作这个模式的时候，说，真的或就是不用撒网，对消费者来说，他会得到说他在一般的销售通路所得不到的一些体验。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从这个养殖模式养出来的鱼，那个安全健康，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开伫影响经营立场，只要对石板好的，不管这的饲料、烘业管理等付出拢无计较成本。第希望将外销以外，留伫气温大约1成的石板，拢当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当然，高品质上好印证，就是食品安全危机一发生，伊的订单明显增加。那唔惊有人随时要来看，甚至来主动邀请客户，看到伊对鱼苗养成、分级、水产加工，一直到行销，拢是一手包办。你完全负责结果，就是甲摆伫菜市啊鱼啊无共款。其中投资负30度的快速冷冻，传好方便每一个人客煮食的分量，大小加适合的介绍，上界大心。像我妈以前都会去买那个。就是一整只的，然后回来再自己处理。然后它其实这边就已经就是分切处理好，而且它很注重保冷这部分，我们就觉得很安心。然后它的肉质就是很 Q 弹，就是不管是煮汤或是煎都超好吃的。得到社会者肯定来发展这套经营模式，虽然才第3档，不过伫农业局的辅导，对咱产品取得台南上市标准等安全品质认证。嘛，家己社区菜市场伫台南稳定的通路行销，甚至核选农委会第3届全国8大青龙，写下骄傲一页。今天我们生产的这一条鱼，可以对消费者说，做出很多的那个保证跟那个负责任，因为这是我们辛苦养出来的鱼，在我们这个学甲的土地上，我们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事情。那他除了传承他父亲留下来他一个龙胆石斑鱼苗的养殖以外，一个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因为龙胆石斑消费者的客制化的提供消费者客制化一个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达到一个整个双赢的概念，这让人感觉真感动。
为了国准委作为开路先锋，希望当带动更加侪少年人才愿意回乡，脚踏实地用团体战来活化农村，再现农村希望。等新闻管制郭国义专题报道。台南爱家管弦乐团2017年公演巡回演出的第13场，7月1号也是这礼拜六，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来举行。当中除了精彩音乐演奏，也结合公益关怀甲照顾偏乡，相当意义。台南爱乐管弦乐团的公益巡演，今年度将伫7月1号，也就是这礼拜六，在文化中心登场。乐团的团长兼指挥谭党祥教授。甲爱乐乐团为了这场盛大演出，当积极排演当中，这场音乐会也结合公益，要来关怀弱势。东港伫咧入口处的目前爱心发票甲爱心物资，台南爱乐公益音乐会采售票进场，也欢迎民众来索取。那我们这一场演出的话呢，是在7月1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盛大的公演，是采取锁票入场。那么锁票方式可以来电0929118866，或者是我们现场也可以锁票，但是请各位观众可能要及早入场。今年都设计了古典音乐有名的海顿乐曲，也有侪知名演奏家，亲就是留学德国的竖笛演奏家王诗涵。以及海峡两岸声乐比赛第1名的江芳璇等等，为了让小朋友会当量产接触体验音乐，这个音乐会也开放给6岁以下的儿童来参加。那么我们今年的特色呢？我们特别是有这个海顿著名的交响乐章精选，那我们有音乐啦，有戏剧啦，让这个适合亲子合家观赏，特别是让那个很多6岁以下的小朋友，其实常常喜欢听音乐会，但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特别开放给6岁以下的小朋友们参加。那我们在整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改编了几首著名的这个阿根廷的民谣，还有法文的情歌，这个让老少咸宜合家观赏。台南爱乐乐团长期投入慈善事业，也尽全力来培养着表演艺术的后一代。因欢迎民众伫咧7月1号东港做伙来听音乐、做公益。台南新闻自采访报道。为了解决农业有季节性欠工问题，中央农委会特别推出农业技术服务团的计划，并且希望进一步活化农业的劳动市场。其中，台南团26号的举办竞选，将近80位民众报名，上少年的18岁，年岁上大已经77岁。至未来台南地区8份的农业师傅，将由农林职农会来调配人力。改善季节性欠工的农业师傅招募计划，伫咧宁德国小登场。首先举行的说明会，向来报名的民众详细说明有关农业师傅相关的薪资甲福利，以及未来的工作环境甲会当学到技术等等。随后的体能考验项目，要走的距离是50公尺，查甫的爱派10公斤的沙包，查某的爱派5公斤。伫咧接近中昼时的大日头下做试验，相当辛苦。办着咱台南市第一遍的迄个农业技术团要来聘请来这农业师傅来伫地方来发展着咱的农业尤其咱即摆农业欠工也非常严重所以需要来招募着咱这有意志的咱这农业师傅咱即摆目前第一阶段是来考试安尼今仔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讲咱会选45下去改良场授训授训到10天了会选30下30下会派来咱金德农会来准备有人需要咱这有机农场需要工人的时阵拢会当来农会来遮
来管迄个吼讲，啊，阮会当派去甲做安尼吼，啊，为着咱岛的农业已经一定爱需要来培养着咱这农业人才来发展着咱台湾的农业安尼吼。第一阶段的测验将包括书面审查甲体能测验，将对77个人当中选定45个人，然后经由台南农业改良场授权以后，正式录取30个人，培训来成为农业技术团具有专业技术的农业师傅。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最云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6月26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